36岁艺人陈意涵去年嫁给导演男友许富祥，大年初5、9日，剖腹生下约2600克重的水瓶座儿子，还为宝宝取名为小初。陈意涵透露儿子长得像她，并称生产完第一眼看到宝宝时，见到双眼皮还开心了一下。陈意涵去年7夕情人节宣布双喜临门，带球嫁给许富祥。昨天10日，她在脸书贴出儿子的脚丫照，并写道：拼图拼完，你也出来了，我叫小初，世界你好巨蜥。陈意涵生产时，老公全程陪伴在侧。小初身高约50公分，长相像妈妈。陈意涵透露，第一眼看到宝宝是双眼皮的时候，开心了一下，因为眼睛像自己。她经纪人也说，小初是个大眼男宝宝，眼睛超漂亮。陈意涵在微博上曝光喜讯后，闺蜜张钧甯立刻抢头香留言表示欢迎光临，等你好久了，嘻嘻嘻。没想到底下网友全歪楼，反问张钧甯：钧甯赶紧结婚生子啦？什么时候轮到你呀？姐加油啊！